咱来先甲祈祷。弟兄弟，即个特别的日子，阮甲所有全世界基督徒兄弟姊妹欢喜，阮的主告我，阮感谢你，伫2000年前通过阮的主的告我，互阮认捌你是全能的上帝，你的听通过伊，赏赐阮永活的愿望。当阮伫遮欢喜过即个节日的时，求你帮助阮，通过你的话，搁一摆亲像阮做你的囝儿，甲阮告我的主的中间的关系。求你的圣神帮助阮了解罗伯所讲的，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有一个作家叫做 Clayton Williams， 伊用伊写小说，用 Marco Polo， 你知影13世纪一个意大利人 Marco Polo 去中国迄是中国元朝的时，伊去迄元朝的迄个皇帝是忽必烈啦，咱历史读是忽必烈，英语叫做 Kublai Khan 这个王。这个小说讲Marco Polo 伫遐Marco Polo 听伊讲去遐，敢若17岁尔，17岁就对意大利走到中国去对即个Kublai Khan 的查某囝，一个查某囝，足有意思的啦。伊去甲Kublai Khan 讲恁查某囝会当嫁我袂？Kublai Khan 讲要甲试看觅，试讲即个人啦。伊讲好，你若要你来讲故事互阮听，讲故事伫伊的王宫对文武百官讲故事。Marco Polo 你要讲啥物故事，伊嘛毋知。到尾伊想着，我咧讲耶稣的故事，伊无可能听着耶稣的故事，讲耶稣的故事，所以伊就对头开始讲，对天使去找玛利亚开始讲遐个代志。耶稣出世故样的来天使博士来拜耶稣，这个故事伊讲的时这人拢毋捌听着。所以足互吸引的足迄落，开始讲耶稣开始伊的生涯，伊安怎医病赶鬼，这人有即个人伊讲这是伫巴黎书城一个，因听起来拢足有即个人会晓医病赶鬼，佫有死人佫活伊直直讲到佫去讲到真不幸，伊的朋友、伊的学生中间一个该出卖，犹太该出卖。这人听着讲，朋友若会使出卖了，好，因着足气的。我这个人真可恶，你迄反应足好的伊继续讲，互人出卖去，互人掠去拍，遮尔好的人，互掠去拍，讲比列岛。罗马总督安怎出卖伊的良心，甲一个无罪的人送去顶十字架？这个人愈听感觉世间哪有即个人？这袂使。Kublai Khan讲我是无伫啊，我若伫啊，我一定叫我的军队去甲救出来。因听伊讲过，因甲讲到尾这个人互钉死伫十字架，钉死十字架死去安尼。讲到遮个时，逐个拢点点死去搁去咧。Marco Polo 为着要营造迄个气氛伊安尼从冲开遐个时讲到安尼足点的死去就安尼免啦。逐个拢点点的时忽然间 Marco Polo 跳起来讲你毋知伊第3日以后搁活，你知影无？伊搁活，嘿伊搁活，佫上天这个代志讲这人有即个故事，有即个代志因逐个拢讲，好，Kublai Khan跳起来，安尼伊会当去找迄个比列岛，叫比列岛看，
甲伊讲你出卖良心，甲我掠去顶死去个，我好啊！你看，好。马可波罗讲无呢，伊无安尼做呢。无伊嘛会使去耶路撒冷的路去行，互遐话讲要甲顶死去个遐人看到伊过我就知影讲伊过我，伊就会当互遮个人知影伊是我哩厉害啦。马可波罗讲无呢，伊嘛无安尼做呢。伊讲伊创啥？伊有咧出现一个查某人叫做玛利亚看啦佫互伊的学生规定拢是掠伊的啦，安尼尔。你看，伊对死国活，伊敢若出现互遮个人看，伊无去该杀遐人看，哪有即个人？你捌安尼想无哈？你捌安尼想无？若我是耶稣，我绝对去互彼拉多看。若我是耶稣，我一定去耶路撒冷的街路行互看。耶稣无呢，耶稣无呢。遮人听着讲耶稣安尼，讲即个人，咱戆到遐尼戆，逐个拢坐落伊遐顶就世间哪有即个人？哪会安尼做 ？Well，Clayton Williams 无讲迄个库勒坎有查某囝有介意啊？无我毋知啦。总是你捌想即个代志无？今仔日是国外节，耶稣基督国外是咱的信仰的中心。我相信恁拢捌听过《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保罗讲一句真出名的话，伊讲基督若袂捌国外，就阮所传的是空空，恁所信的嘛是空空。保罗安尼讲有影，耶稣若无国外阮牧师团的拢空的，你在讲啥？若无，恁遮信的拢共款，咱拢安尼，这历史的大笑话，敢毋是？讲是安尼讲，我嘛知影，真侪人因爱耶稣的教士，因爱学耶稣，总是因无法度通接受讲耶稣对世人国啊，这项代志。差不多全世界的教会今仔日做礼拜头一首圣诗，拢咱拄啊唱迄首耶稣真正是国啊，迄真好听的一首圣诗，话佫足着伫国外济信徒做伙做礼拜，三甲唱耶稣真正是国啊，这是真有意义的代志啊。总是你敢捌想讲耶稣国外到底是啥物代志？你捌想无？耶稣国外到底是啥物代志？伫圣经的内底关于耶稣国外有两款无共款的讲法。有一款是因认为讲耶稣国外了就是亲像一个人国外伊一切拢正常啦，伊就是国外起来伊会有心跳。伊的身躯肺咧循环神经系统拢共款，就是甲一个活人共款。这较像是福音书的写法，四本福音书拢安尼写。一个原因是，这写四本福音书的人，因拢捌拄着耶稣。路加毋捌拄着耶稣，马可嘛毋捌拄着耶稣。毋过马可的福音书是对彼得听的。彼得甲耶稣是足活，路加是历史学家，伊死过去捡资料来写出来，因拢直接间接有甲耶稣有关系。因的写法是较即款的。第二款写法是保罗，咱拄啊所读，保罗毋捌拄着耶稣，关于耶稣的代志伊拢听来，经过伊家己的思考，伊的信。特别伫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差不多用规章拢在讲耶稣国外的代志。真少保罗的批信内底有超过50节的，哥林多前书58节，所以你就知影保罗是用足侪时间。迄个时阵真侪人伫谣议耶稣国外的代志。
而耶稣这个代志，保罗几十年的历史内底，已经有人在怀疑啊。保罗所写的吼，是较理论性啦。保罗较我伫迄个耶稣的国外吼，是灵性迄方面的代志。当然，伊原来知影耶稣国外了，有甲学生带40日，这代志伊拢知。毋过，伊知影耶稣国外了，迄个身体甲咱普通的人的身体有无共款。咱今日读个圣经，伊就是安尼讲。保罗就是咧讨论这个代志，吼。伊讲哦，总是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吼，拢是伫四本福音传以前写的，所以保罗写的吼，有可能是大半初代教会毋捌拄着耶稣的人的信仰，因相信安尼信，吼。保罗咱拄有读用经济，经济你看，一粒经济无共款的经济发出来的树也无共款，伊用迄个在说明讲，耶稣国外了后的体，甲原来的体是无共款。这是保罗在说明这个，哦，照保罗的看法咯，照保罗的看法。耶稣国活了，甲伊的朋友做伙生活无毋对，总是耶稣三好有无共款。其实福音书内底嘛真侪甲保罗一相款的想法。譬如讲，伫路加第24章头一个国外坐迄早起，有2个学生对耶路撒冷要落去以马忤斯。恁知影即个故事？忽然间，耶稣甲因做伙行，因伫路中迷认的耶稣，一直到因到目的地，坐落来食饭的时，路加讲伊耶稣爬饼，因才认着耶稣。过去咧，过去讲哦，因认着耶稣，因2个认着耶稣了。路加讲，忽然耶稣对因的面前消失。总咧变无去，这真奇怪的代志，敢毋是？总变无去，哦，普通人的身躯袂安尼，这是四方音写的。搁代是伫约翰第20章，遐耶稣国外了后，因知影有听着讲耶稣国外，毋过因也搁惊，所以约翰讲因哦学生。规个拢活来吼，关伫一间房间的内底，门关甲条条，毋敢开门，因为因惊犹太人会来找因算账。耶稣国外因惊犹太人来找因，门拢关咧哦。耶稣出现伫因的中间，愿恁平安。这咱拢逐个国外这咱拢咧听的故事，门拢关咧，耶稣入来。伫遐，因咧食饭，不着耶稣无去。这个耶稣的体真奇怪，敢毋是？真个。搁一个是多马，你去多马，人甲了耶稣出来了，学生看，人甲多马讲，哦，我若无看到伊手的钉仔只，我若无看摸伊遐个嘛，我毋信。搁一摆耶稣搁出现的时。是人甲耶稣讲的，毋是我毋知。耶稣一个就找多马讲，来，你要看我惹你来看。伊才会知，伊人也无伫遐。这真趣味的代志吼。这2款的看法吼，历史上大家真侪人在讲，甚物起争论啊，甚至有冤家，你敢知影？有冤家呢？为着这个代志咧冤家，老实讲，我以前我捌甲恁讲我的信仰的叛逆期的时候，我对这个物件足滋味的，我嘛安尼黑白想，也安尼。即马吼，我真正感觉
毋免费遐尼济时间去想即个代志啊，毋免费遐尼济时间去想即个代志啊。我对即个代志的看法，我今日要甲咱分享我对即个代志的看法。咱搁倒转来讲，我拄仔讲迄马可波罗迄个故事吼，马可看问马可波罗讲，耶稣过活了，是安怎袂去互彼拉多看？是安怎袂去耶路撒冷的街仔路散步？是安怎？伊问即个问题足有道理的呢，敢毋是？伊问即个问题足有道理的。耶稣为什么无安尼做？伊若大班行入去迄个犹太人遐经学书伫开会的所在，甲行入去。你看遐，大家看到迄会安怎？毋信嘛都爱信。彼拉多嘛共款，彼拉多若看到伊，可能就马上去通告伫罗马的罗马政府，讲遮一个人国活，规个罗马帝国就拢知啊，就免传道理通甲骗转啊咧吼，敢毋是？真简单会当做诶代志，耶稣无安尼做，为什么？伊敢若去显现伊家己，互玛利亚。一个查某人，犹太人对查某人讲的话是无要信，迄圣经安尼写的呢。遐查某人甲耶稣学生讲耶稣国活，圣经明明写讲因无要信呢。遐查某人无要信呢。你去甲迄个人讲话人毋信的人出现，你想要创啥？出现互彼得或者看，为什么耶稣会安尼做？我想吼，唯一一个理由，耶稣毋是爱人知影伊国活，耶稣爱人信伊国活，这无共款，知甲信无共款。你想彼拉多甲遐经学师遐犹太人，因尾知影耶稣国活无？我相信知啦。知影有即个代志，要信毋信是另外一项代志。显然因是毋信，后来因困迫初代教会，因为因传耶稣国活的道理，因毋是毋知影耶稣国活，因毋信。因为咱最近我的讲道拢伫讲约翰福音段啊，约翰写约翰福音书，一个真大的原因。伫约翰20章31节，伊讲伊写这本册的目的，就是要互咱通过伊所写的，信耶稣是上帝的囝，耶稣是上帝，对伊来得到永远活。这是约翰写这本的目的。耶稣会安尼做，我相信是安尼。伊知影伊国活，甲信伊国活。完全无共款。耶稣的国活吼，到底伊的身体是肉体还是灵性的？这嘛是我拄仔讲的，有无共款的看法？老实讲，我嘛感觉这无啥要紧。要紧是伊有国活，我有信伊有国活，我想这较要紧啦。你敢知伫约翰福音传第21章遐吼，有一个故事。迄个故事是吼，耶稣过活了后，甲伊的学生伫咧海边仔食早起食了。我前几礼拜才讲即个代志。耶稣问彼得3摆毋信伊。迄摆是耶稣过活了后，甲彼得甲一寡学生做伙。耶稣伫遐学生的头前哦。伊无甲彼得闹开哦，伊无甲彼得讲，你讲要对我，讲要对我去死，你到时我甲你讲3摆毋认我，你毋信哦，你3摆问我，无耶稣无甲伊闹开，耶稣问彼得3摆，伊3摆毋认伊问伊3摆，你有听我无？
彼得讲有啦，我有听你。第一遍甲问伊应，第二遍甲问伊个应，到第三遍伊实在是小可不耐烦啊！啊，你若拢在问我，伊拢无想着讲，无人去好人耶稣，敢若你难听呢？耶稣问伊3摆，这个代志了后，彼得看到约翰伫遐，伊甲耶稣问讲啊，这个咧，你敢若直直问我讲，我有听你啊无？啊，这个咧，这个意思要安怎讲？伊可能是互耶稣问甲烦啊！啊，你若直直问我，啊，这济个啊，拢无会问啊问我，伊袂记伊家己做啥物代志啊？你知影耶稣安怎样无？耶稣因讲我若要甲伊留到我来，意思讲伊若未死伊若拢总未死这甲你啥物关系啦？我若要留伊到我来，这甲你啥物关系？甲你无关系。你来对我，你来对我。你敢知影约翰福音段结束用这节圣经结束呢？约翰写遐尼济上尾耶稣甲彼得的对话是上尾的代志，这是真趣味的代志。这句话是真严的一句话呢。彼得讲啊，这个咧，啊，遮济个呢，啊，你若敢若问我，耶稣讲，因会安怎，甲你无关系，你来对我，这是真严的一句话呢。约翰用安尼做迄个结束，我想着啥呢？我想着讲，咱伫遐咧问讲，耶稣的国外身体是啥物款的？有诶无诶我想耶稣会讲，这甲你啥物关系？你知影这是要创啥？你来对我较要紧，对不对呢？耶稣国外是上帝伫人类的历史的中间做的上大的代志。咱就一句话叫做咸鱼翻身，有无？咸鱼翻身。我一摆伫我牧会的时伫我的教会我国外这个讲道我毋是用咸鱼翻身，我都爱用英语写啦。咸鱼翻身是salted fish turn over 咸鱼翻身，你若要翻就是 salty fish turn over。我的讲道题目叫做 A salted fish swims away。一尾咸鱼毋是变过啦，了会你变我尾有教我会回去解说。咸鱼变过这是一尾遐互创甲变咸鱼啊，迄死几若摆啊啦，绝对袂活。一变已经够活呢，啊变了还佫伫人的盘底哪有路用？你是要怎？啊变了佫人就来，我的讲道题目叫做 A salted fish swims away。我的会友看到迄个是，拢无人知影我要讲啥。我轮哪甲因说明，一句话足有道理呢。耶稣毋是咸鱼翻身尔呢，耶稣是咸鱼翻身了，佫收走呢。因为佫偌济的意义要紧是你有信啊无，我有信啊无。啊，咱若有信，咱看耶稣佫话，这个甲咱的关系什么款？咱若相信咱爱亲像初代遐玛利亚、彼得、历代圣徒使徒，因真正体验着活活的耶稣伫因的生命内底。因变一个人呢，因变一个人。
因的人生拢变，因的价值观拢变，因愿意将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为着遐做见证，甚至无顾因的性命。耶稣的学生差不多逐个拢顺教，敢若约翰无那点，约翰活到90几岁，活上久。因传道理讲一句话，逐个拢叫因袂使讲拿撒勒人耶稣个话。彼得讲啥？讲即个耶稣，上帝已经互伊对死个啊，阮为着即个代志来做见证。新约圣经内底吼，伫讨论，特别是保罗伫讨论耶稣的国话的代志了吼，也是耶稣的救赎了，拢总吼，过来拢一句 therefore。我今仔日就是我讲道的题目，就是因为基督国话，所以安怎？保罗会写真侪即款的，咱今仔日圣歌队唱的歌是内底嘛有，我有要引用啊，我无套好哦。这是我伫罗马第5章第1节，保罗咧讲神的称义的代志，神的称义甲耶稣的牺牲有关系，甲耶稣的国话拢有关系。伊讲了，伊讲伊伫罗马第5章第1节，讲因为耶稣国话，因为基督国话，咱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甲上帝国好。耶稣做一个桥梁，互咱甲上帝国好。伫罗马第8章第1节，伊咧讨论一寡耶稣的救赎的代志了后，因为基督国话。遐个甲基督耶稣结的人就无搁受定罪，就无搁受定罪。咱今仔日读哥林多前书15章，我拄仔有讲，保罗真少写一遐尼长的一章，伊用几章在说明耶稣国话的代志。上尾啊，伫15章的58节，伊讨论耶稣国话的代志了后，伊讲哦，因为耶稣国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着徛在毋通动摇，着常常尽力为主做工，因为恁知为主着磨做工。一定袂落空。保罗伫讲耶稣国话了，你若有信，你要安怎反应？伫你我的人生的内底，因为基督国话，所以这造句你爱做，你爱去写，所以安怎？我嘛爱写，所以安怎？咱来参加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伫耶稣国话这个日子，阮搁一摆来想伊国话意义。世间人伫这个国话者，干那咧要紧 chocolate， 干那咧我要紧万年。阮看到真正是真伤心。天父上帝，阮信你的囝为着阮定死，你互伊国话，这个代志，甲人类的历史有真大的关系。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信了后，原来会晓用阮的生活来反映阮的信仰，报人搁较侪人知，阮的主是活的主。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